Hello， 我係你嘅資源拍檔 Alvin， 歡迎嚟到柏傲莊3期，1676尺4房雙套臨河大宅。呢一個超過8米闊嘅全景落地玻璃，一入到屋，極致開揚巨氣派。客飯廳超過300尺，你擺放大型嘅梳化、大型嘅餐桌，絕對輕鬆，完全冇問題。我嘅右手邊係廚房同埋一間套房嘅位置，而喺我嘅左手邊係一個睡眠區，裏面有2間客房，一間主人嘅套房。一踏入間屋，俾我嘅感覺就係非常之 warm。呢一度發展商用一啲木紋做咗一個大型嘅鞋櫃，可以睇到收納空間非常之充足。入到嚟廳嘅右手邊，呢一邊係一個價值超過20萬嘅消毒櫃，而且亦都充滿呢個收納嘅空間。喺飯廳嘅左手邊，發展商呢度設置咗咖啡機、紅酒櫃，而且呢度亦都有一個雪櫃。發展商喺度設計咗一個全酒庫，非常之浮誇，但係呢個浮誇，呢個單位嘅業主絕對值得擁有。入到嚟廚房區，好多備餐可以使用嘅空間，亦都係配備晒歐洲頂級品牌 Miele 嘅爐具、微波爐、焗爐、抽氣扇。而呢度亦都設置一個大型嘅洗手盆，望出去嘅景觀亦都非常之開揚。好，嚟到大家最鍾意睇嘅工人房。工人房方方正正，而且亦都係一個名次嘅設計。呢一度麻煩你攝影師幫我影一影洗衣機、乾衣機。先參觀第一間嘅套房，呢度3邊落床絕對冇問題，而且呢度帶有一個露台，景觀亦都係望返咁靚嘅城門河景。攝影師麻煩你啦，幫我影一影個浴室。浴室配色非常之靚，非常之特別。呢度係一個名次嘅設計。打開門會入到我哋嘅睡眠區。首先，我哋睇咗其中一間客房先。之後入到嚟一個客廳。配色亦都係非常之靚，睇埋第2間客房，亦都係方方正正，廳房同向同一個景觀。最後，我哋嚟埋我哋嘅主臥，呢個主臥3邊落床，絕對冇問題，而且呢度亦都配備一個步入式嘅衣帽間。做2排大櫃，擺女主人心愛嘅包包，男士靚靚嘅西裝。最後我哋睇埋呢一個主人套房浴室，乾濕分離嘅設計，大大製造咗俾大家嘅私人空間。好多人都話柏傲莊係新界之王，而我形容今日我哋睇呢個4房雙套，絕對係王中之王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咩意見、有興趣嘅時間，歡迎喺下面留言俾我。多謝大家，下次見，拜拜。